这是个取材于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越剧新作。贵妃贾元春省亲，将省亲别墅赐名大观园，预示贾宝玉以及薛宝钗、林黛玉、探春、迎春、惜春诸姐妹入园居住，一时群芳荟萃，赏尽春花秋月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变故渐多，在大观园的盛衰荣枯中，展示了宝玉、黛玉、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，青年女性们的种种不幸遭遇、悲惨结局。最后，人亡花谢，园冷雪浓，风大云沉，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两应选择保佑亲戚。你不忘你，
要娘娘喜礼跪礼。人儿元宵佳节，清月正多，你出去应酬一下。给你打击轻蔑轻蔑，大礼大这块宝路这么远要去哪？这个小祖宗死起性子来，差点把这块面粉子都摔破了。什么喜欢东西，爸爸没有，家里妹妹都没有。我要这个老儿子做什么？好兄弟，如今来了我人心思的林妹妹，她也没有，林妹妹也在此。是啊，我把她从苏州接到身边来了。还有些方才他们都在外面候着你，快让我接近两个妹妹，快去把包姑娘、林姑娘请到这里来。
娘娘，老祖母、父母亲，时间一到，女儿臣委屈了。请娘娘为夫正道，启恩浩荡，臣不生惶恐万分。父亲，你真不该把我送到那不得其生的地方去呀！老祖母、父母亲，愿臣去来，只愿切莫风骨，可娘心灵之内，才愿居住。请真与你。奴婢娘娘。哦，大妃，保佑你也在朕之内也去，才愿得死。啊，大妃，你真好。看着娘娘恩典。
气了，怕委屈作死吧？哎，苍天不是不是天，哎，我到林妹妹放公园去看见二爷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的学生好弟弟，你千万不要敏感。好，我给。哎呀，我给。二爷，他要我好好照顾你，我怎么能不尽心呀？二爷，恭喜！对我又有什么喜呀？你这个做主子的也不做做回去。不要生气，我这个娃有什么了生气？让他磨牙有什么要紧？哎，那真做主子的不良先生，最近2月来才不下来，叫你去领了钱。看你帮着人真是不是好，你好好不是二爷委屈做事，晓得？二爷委屈做事吧？哎，这世界之上都是事，何必委屈着你？哎，对了，你去听我有几个公子们，我领妹妹一起到公子去。好，我依了你的，你拿什么来谢我呀？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是什么？要算数？好。二了此人不许回，反会变成了不归。林妹妹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倒知道你，原来你都在这里头细想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们一起去玩风筝去吧。要去你
自己去，何必拉着我呢？唉，你看我想张生多愁多贫，整个家乡让你孝敬。可现在你是几万十了嘞？你我是什么嘞？妹妹，你不是说了一句“沙场一我一红娘包吗？”你妹妹。宝丫头，你中了，伤了我做什么？
我倒想请教请教。你想念我的宠儿，我不怕。妹妹，妹妹。我也是我心里心
我想理当教训，母亲当尽力，叫儿子我担当得起。再有一句，你是经不起了，你把宝女我往死里了，难道怕是经不起了吗？哎呦，责怪我当初没生过好儿子，此今与我母亲此时啊，孩儿就是连做自己的。明是你叫我连做自己，难道这是我来了？母亲，你这个不争气的畜生！祖宗，你要保重身体呀！我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要看他死了不成？这个老不死了。哟，宝姑娘来了。母亲给我将长根上呀送来了。哟，你莫呀门子响，轻轻来拿。宝弟弟，宝儿好笑啊！多的宝弟弟，我好笑。哎，张先生一句话也不至于简单。你也得想想老太太太为你多少辛苦，随着我们也。你们看，宝丫头就是种子。老祖宗，宝兄弟挂在通灵了，宝丫头挂在黄金锁。真是金鸟两元，天生一对呀！宝丫头，老祖宗，你老累了，回房安歇去吧。宝丫头，谁我来？老太太她最好。请问妹妹，把人送到死亡里去。你妹妹来了有个男人，
我
儿也定好了，要请你来谢礼。有什么好谢礼？你只瞧他好生敬仰，又胡思乱想，倘若真有什么转到老爷耳朵里，可是要吃亏的。哎呀，宝姑娘，你真好，上为你去儿也做事，他会骂你落肚。哎呀，你也不闹他，过后来世早去。真是心地宽大玉皇呀！我从心底里敬重你吧。这件事实出在林姑娘身上。真的，你做的好狠心。姑娘夸奖了，不怕爷爷的善良，翠儿吧，虽然是鸳鸯戏烈的花样，哄她得上闹闹肚子。宝姑娘，你别手动，我倒是往去管告一声啊。
且放家来三分分，劝妹妹感谢莫老thân，平替过你到衙门。哦，妹妹呀，
现在原来你在这里，料理的好你。哎呀，门道兄弟，你的生命再好了些，冯小玉也得跑出门来，另外了孙子可怎么得了？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宝兄弟，宝姑娘也亲自叫你送牙来了，这我要正在老祖宗房里坐着，老祖宗叫你去当面讨谢你。哎呀，快去，还也嘴巴。林妹妹，你要好好养病啊！女儿子长大了，总是要出家的。你还能在大佛院自上一辈子吗？你不错了。
妹妹，你这一哭，把我的心都哭碎了。我把我的话，你哭什么了？因为这世界之上，只有你我两口子的，难道你到今天还不知道我的心吗？你的心，这才是雨雨滴滴放了美
妹来到我家里，总是我背着妹妹往前，反正我心里知道妹妹现在就哪去，反正我爱去的，平时妹妹也爱去，就忙着叫人送去。他们想不到的，我早替妹妹想到了。我和妹妹之前一起长大，把天动地动走，一来东西动走，没得妹妹，妹子没看我离不开，妹妹的一声一响我听在喊呢，妹妹的一声一响我在眼里，妹妹站在我身上，妹妹听了痛在手心里，好妹妹，我不妹妹你好，我有这回我好嘞。好，那我来了。宝姐姐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显露你好，事情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进入你好，回来你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有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怎么样？你不他好，他偏有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倒要问问你怎么样？我为了弟弟，我的心，你的心，妹妹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弄了你生病。妹妹在渴望一心，这病也不会一直从此一直了。
好妹妹，我有一句心里话要说，我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。
天上长起，我本无缘，黄土龙舟，青花不明啊！婆娘，婆娘，过来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宝妞，宝妞，你都
办了，冲一冲西道这件好事。我听些人说，宝玉一心只想着林丫头，要是他知道娶的是宝姑娘，不知疯疯癫癫又会闹出什么事来呢？婚姻的父母之事，为余得了他。对，二叔大姑妈，倒有一个法子。哦。凤姐姐，我也上了喜呀，要做新娘子了，岂不得他喜呀？你问这些什么？宝丫头，你两嫂子嘛有文声啊？哟，老祖宗说是把你结了宝兄弟，万不中你的意呀！我听。凤丫头，可你这张牌子，这件亲事还没告诉宝丫头你。我本想等宝妞问出他不愿再生，快去过了，他。好了，不是我当面发讲，我们家四个女儿都不是宝丫头的。连贵妃娘娘都比下去了，难怪老祖宗却宝兄弟选中了宝妹妹。宝丫头早点歇歇，我们回去了。
你要到哪里去啊？我要找林妹妹去，找她做什么？我要去林妹妹，告诉她，好让她放心。二爷，林姑娘早就知道了，她自己要做新媳妇了，心里怕许是不肯见你的。我要是娶了她，她到底见我不见你？二爷，你是好好的，她别见你；啥是疯疯癫癫的，她别不见你了。我替苦心，谁而已交给林妹妹了？她要过来时，让她带来，放回我这里，放回我这里。二爷，你越是撒谎了，我撒，你在撒你。二爷，哎呀，你不懂我道理，二爷，我们委屈吧。哎呀，二爷，你太委屈了。林妹妹，你忘记我不见了？大妞，你妹妹，我的心交给你已有好几年了。你让我去亲的时候，你可别忘了把他带过来，带过来，带过来！哎呀，这是你委屈吗？妹妹呀，你将开忘记我，他不用为你再死累，你将心儿。委屈吧，苦风声，这就是委屈是很大。
里，老太把痛两个，我的病一会儿到了。姑娘，这就我哪里去认这个死命？你怎么是不可好？姑娘，快点别走了！我再去为了他当个人去他不，我的病是不永久的。这个人都已亲近，姑娘，这就好妹妹，我临死晚了几句话，又背不来。姑娘，你不用这样子，你为何？好妹妹，你千万要得意了。好妹妹。
已千里委屈了，自救。你总不是这样说到心里了？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对妹妹的心吗？你的心，今天你才明白，天下乱世的心都是兵荒心冷的，只求你，妹妹，你知道我的心是早已经尽力，孩子，你的我早已尽力，这就妹妹离去，留下这么我们的自救。
哦，林妹妹，嫂了你，可是妹妹太年轻了，你令我还在这里。
李妹妹，我们一起去玩风筝去吧。要去你自己去，不必来找我。哎，你看我像张生，多愁多贫，怎不家乡让你孝敬？我不这样，不这样，不这样。可现在你自己玩色的来呢？我是什么呢？妹妹，你不是说了一句“沙场一模一红娘包吗？”李妹妹。两分美金在后天，沙场也没
与红娘帮。这几句话是从什么世书五经上看来的？我倒想请教请教。你想念我的丑儿啊？我不怕。妹妹。妹妹。
念之不孝，理当教训。母亲当尽力，教儿子我担当得起。我了一句，你是经不起了，你把宝玉往死里打，难道他是经得起了吗？哎呦，责怪我当初没生过好儿子，此今与我对人去受。母亲，母亲，此时啊，孩儿就不连做自己一的。明是你叫我无脸。这是个取材于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越剧新作。贵妃贾元春省亲，将省亲别墅赐名罢官园，亦是贾宝玉以及薛宝钗、林黛玉、探春、迎春、惜春诸姐妹入园居住，一时群芳荟萃，赏尽春花秋月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变故渐多，在大观园的盛衰荣枯中，展示了宝玉、黛玉、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，青年女性们的种种不幸遭遇、悲惨结局。最后，人亡花谢，园冷雪浓，风大云沉，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还请元宵佳节花好月圆，今晚你嚣张一声，老祖宗在高兴3年，你咋嚣张2声啊？老祖宗那我不就认了啦？老子心死啊！秦娘娘，保佑你日父之外来，不遭不可恩日。快叫他进来！外不该把吩咐下去。两两劝造，保佑秦姐。请了娘娘喜跪礼。婶儿，元宵佳节清月甚多，你出去应热一下。青年，青年，大礼，大礼，大礼！这快饱了，这么原谅一个大人，这个小祖宗死起心志来，差点把这块名真子都摔破了。什么喜欢东西，爸爸我也，家里妹妹都没有。我要这个老的是做什么？好兄弟，死进来了我真心思的林妹妹，她也没有，林妹妹也在此。是啊，我把她从苏州接到身边来了。还有些方才他们都在外面候着你，快让我接近两个妹妹，快去把包姑娘、宁姑娘请到这里来。今日因为不可不死，再请102人为证，以元宗夺此家境为例，第一难国山父4月份，以之不当。了解。保佑，你也要这个夫死几岁，让我大人事故，方不为于妻，是与交代
娘娘，老祖母、父母亲，时间已到，元春委屈了。请娘娘为夫正道，启恩浩荡，陈福生光复万岁。父亲，你真不该把我送到那不得其生的地方去呀！老祖母、父母亲，愿请去恩，此愿切莫放过。可娘心灵之内，才愿去。请真与你。奴婢娘娘。哦，大哥，保佑你也在正之内也去，才愿得死。大贼，你真好。看着娘娘恩典。
可你放着人真是不是好。
你好好不是二爷委屈做事晓得。二爷委屈做事吧。哎，这世界之上都是事，何必委屈着你？哎，对了，你提醒我有几个动作没？